世界电竞总会宣布，今年巴黎奥运这电竞比赛摕到金牌的选手，拢会当赏$50,000的奖金，大概是台票161万。虽然讲这项消息，互比赛的气氛是愈来愈热，也毋过恐怖组织 IS 煞这个时阵跳出来讲，要对欧冠杯的球场来发动攻击，所以法国警察是赶紧做出应应。 2002是巴黎奥运只要伫电竞摕到金牌选手，会得到由世界电竞总会颁发$5万的奖金，相当台票161万。设定也会是第一个直接发奖金予选手的国际运动总会，符合伊精彩付出，就应该得到回报的奥运商业化潮流。世界电竞总会表示，已经拨出$240万用来支付今年巴黎奥运电竞项目48场比赛的金牌得主。接着赛队5成员会被分这$5万，银牌甲单牌得主的奖金会为2008年的洛杉矶奥运开始发。While we are recipients of broadcast revenue from an Olympic Games, that they are in large part the reason why we are in receipt of that revenue. 国际奥会的全部权利金甲赞助商广告等数十亿美金的收入，会分予国际各运动会总会甲各国奥会，设定都是其中之一。现代奥运商业化进程只是业余运动员比赛。 国际奥会并无发奖金，不过运动员有权单位家己的国家政府也是赞助商得到。以咱国国光体育奖奖办法，奥运金牌2000万，银牌700万，单牌500万。电竞游泳体操金牌增加1%，也就是讲咱国电竞选手伫奥运摕金牌，咱得到3000万。那随着7月底奥运要到，巴黎维安也更加谨慎。Elle est assez renforcée. Après, à voir. Là, on est qu'au début de la journée, donc. De sécurité qui ont été mis en œuvre. À l'occasion de ces Jeux de Paris 2024 ont été au niveau maximal. 恐怖组织伊斯兰国讲要伫欧冠杯8强赛开始台进前伫4座球场发动攻击，搁伫俄罗斯克里姆林宫雕工散布谣言，和民众对法国政府保护百姓连连搁较怀疑甲惊吓。伫巴黎重要地标交通中心顶，4月当看到法国警方雷神路，报道当时展现强大警力，和民众放心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。